也咱第二批由14台大卡车所组成的人道救援车队，第二日暗暝时是对埃及的关口驶入去加沙，严格以色列共款继续空袭加沙地区。即马阁有3间病院附近传出爆炸声。战争爆发较大，加沙地区即马已经有1873囡仔死去，阁有上100万的囡仔即马有老无厝，也需要庇护。第2日头一批20台人道救援车队进入加沙了后，第2批物资也伫隔工2日暗时由14台卡车组成的车队送到位，内底有食物、水甲药品。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副秘书长格里菲斯讲，这为加沙地区的人民带来一点仔希望。也来同一天，美国总统拜登也甲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确认会继续向需要的巴勒斯坦人提供这类关键援助。不过，极右派以色列安全部长本格维尔讲，除非哈马斯同意释放所有人质，那无应该保证继续放行这援助物资。主权团体洛斯会强调，每天军台卡车运输量根本就不够。ايش تكفي غزة؟ أنت بتجيب نقطة في بحر، نقطة في بحر بتجيب لغزة، غزة كل يوم كان يخش عليها 700 شاحنة، مش 5 شاحنات. ايش ال5 شاحنات؟ لمين؟ لمين في العالمين؟ عندك كل غزة منكوبة عن بكرة أبيها. 第二，以色列是继续进行空袭，加沙3间病院附近拢传出爆炸声音。无国界医生组织讲，尽当地医护人员超时工作，几10台车物资根本都无够。烧烫伤外伤患者无麻醉药啊，有些人人要死无消炎药啊，扫步这物件清气水拢无够，真侪囡仔落屎。因呼吁稳准这个援助进入，并且保障救援者安全，欢迎尽可能会使救人的性命。It's a recipe for outbreaks, and it's a recipe for a disaster. 加沙卫生部讲，对10个7七冲突爆发以来，加沙已经有4651人死亡，14500人受伤，其中囡仔罹难者有1873人，比大人男性也较多。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巴勒斯坦问题代表埃尔米讲，加沙地带其中有100万的无辜儿童，真需要保护甲人道援助。讲是新闻，是会中编译。